五一假期，全國超過23場音樂節輪番開唱，跟住演出去旅行成為新玩法。番禺呢個大型水上樂園假期舉辦超級電音節，多位明星輪番登場。就喜歡他我很喜歡看他電影，反正就運氣吧，碰上了。據廣東省文化和旅遊廳嘅測算，5月4號全省4A 級及以上景區接待遊客305萬人次，同比增長超過18%。呢個水上樂園4月底全新開園，以磁力炮水上過山車、風暴雙響炮同衝天雙浪板等新嘅玩水設備開啓玩水季，唔少年輕遊客都好捧場。就是這3個刺激，這個離心力吧，然後還有是水的那種感覺，就從上往下掉的時候，很失重感。花都呢個主題樂園亦都推出潑水狂歡節、夢幻煙花秀系列活動，融合傣族潑水文化、國風藝術同現代潮流演藝。樂園仲推出限時優惠門票同民族主題餐飲，吸引遊客。據在線旅遊網站嘅統計，五一假期廣東省吃喝玩樂服務消費規模領跑全國各省，同比大增54%，跑贏全國大盤。其中文旅消費比舊年同期增長94%。廣州地區食住遊玩等一系列消費得到相應提升。除咗相對剛性嘅住宿消費支出之外，遊客喺廣州嘅餐飲美食、旅遊景點同休閒娛樂等方面嘅每日人均消費支出大約120蚊。五一假期，廣州位列國內熱門旅遊目的地嘅前10。酒店的話，對於假期來說的話，那個價錢其實是還好的。另外，240小時免簽加購物退稅，即買即退，亦都激發咗外國遊客嘅熱情。入境遊訂單量同比舊年激增130%。五一假期恰逢廣交會，白雲機場出入境客流持續高位運行，廣州穩居全國入境遊前3位。Came here before in 2019. I came as well to Gwangju, and it was so beautiful. 五一假期多條出境遊熱門航線出現價格下滑跡象，由此亦都提升咗假期短途出境遊嘅性價比，疊加節後拼價等因素，旅遊業界預期短途出境遊市場嘅熱度將會延續到節後首個週末。